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咱们聊一聊明星创业。我看这两天晚上很多文章、很多媒体都在谈这个拳王邹市明一下赔光了2个亿，还有很多人把这个好像指到这个责任归咎到他老婆身上，说这个拳王邹市明退役以后把他钱都由老婆来管等等。晚上这些报道非常多，都在反省，都在讨论邹市明为什么会亏光2个亿。我今天看到凤凰网财经一篇报道，叫邹市明亏光2亿，为何贝克汉姆能身价100亿？我们来一起看看凤凰网财经它是怎么报道的。因为我对邹市明其实不太了解，他是拳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拳王，我就知道泰森的比赛我是看过好多次的。后来这个拳击比赛我不怎么看了，自从泰森退役以后，是吧？但是邹市明也是拳王，没关系，都这么叫，我也叫他拳王。我没看过他比赛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。谁能想到拳王邹市明退役后因为创业失败亏了近2亿？最近邹市明夫妻俩在综艺上表现，让这位退役拳王生活重新成为舆论焦点。怪不得上了综艺，这恐怕这是一波炒作吧，要不然怎么突然把这个事情给搞出来了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节目谈过这邹市明这个创业失败，他失败好多年了，我有印象谈过，他不就搞开拳馆吗？后来赔光了吗？那现在为什么又接着炒这个话题呢？原来是上了综艺节目需要炒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这个不影响咱们看看为什么他赔光了2个亿。因为当下这个大行情大家也知道，毕竟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有人就实在没办法蠢蠢欲动想创业。邹市明妻子冉莹莹在节目中直言，两人3次走到民政局门口准备离婚，为偿还邹市明创业失败的债务，他们已经卖掉了北京等地房产。为了压缩开支，冉莹莹表示自己把家里的水费从800元压到100元以内，经常直播带货到半夜2、3点来维持家庭现金流。这个我的感觉有点凡尔赛，水费800块，那反正我没用过，我估计是别墅，一般的你要住楼房大平层什么的，这不只是水费800块一个月，压缩到100块。我感觉这个要遭到人质疑，就因为普通人理解不了一个月水费800块，家里有这个游泳池吗？穷人难以想象，咱们底层牛马也想象不了一个月800块水费。就像我记得有一次，反正那几个货反正都已经被禁言还是抓了，叫什么？反正网上也是报道是吧？他说他家在杭州别墅1年的电费是40万，他们家电费40万是吧？我记得有这么一次，说他们家的空调啊什么那个设备都是什么进口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功率特别大，1年电费40万，家庭用电突破了咱们底层牛马的想象。不过后来那夫妻俩好像是不仅禁言还进去了，涉嫌什么传销还是什么的诈骗。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发现，明星跨界创业案例并不少见，但真正能把生意做成却寥寥无几。明星开店这件事背后到底是一笔什么账？一个拳台上拿过奥运金牌的人，为什么退役后会赔成这样？好，我们也关心这个。1年租金5000万，冠军撑不起的拳馆。2018年8月，退役1年的邹市明在上海黄浦江边开出了自己的1号运动中心。1号这个名字是邹市明为了致敬拳击最早从上海码头传入中国的历史。好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小时候看霍元甲，那霍元甲打俄国大力士，那就是在上海是吧？还有什么陈真是吧？那个什么中国人如狗不得入内。武术拳击，这反正拳击是从上海码头传入中国的。想让这项运动回到它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地方，运动中心坐拥1.8万平方米的面积，约等于2个半标准足球场，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搏击场馆。读到这里我心里就哇凉的了，我估计差不多了，这答案就出来了。不仅场地大，他更把冠军的执念从拳台搬到了工地。装修期间，夫妻2人每天来工地盯进度。在2018年鲁豫有约的节目中，邹市明带着鲁豫参观正在装修的场馆，自嘲地说快变成包工头包工婆了。邹市明最终为这家拳馆配置了极致的软硬件，有世界顶级的教练团队，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，还有大厅里那张花了300万被他称为火眼金睛的设计理念吊灯。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他赔钱的原因。开业当天的拳馆十分热闹，毕竟邹市明2017年退役最后一场比赛，全国全网点击量超过8亿。冲着这份名气，开业剪彩时半个娱乐圈来打卡，排场拉满，
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就那8亿之外，没人想到7年之后，这座拳馆会以亏光2亿的方式重新被想起。想把拳击这门生意、体育生意做成，靠对拳击的热爱并不够。拳击在中国本就是小众低频运动。据中国青少年搏击运动蓝皮书调查，国内广泛搏击爱好者含拳击一共是500-600万人，综合搏击运动参与人数约1000万人，就跟搏击相关的都能扯得上的这种，都勉强算入这个拳击，一共也才1000万人。这是基数，职业拳手更是比大熊猫还稀有。中国历史注册职业拳手1642人，现役仅490人，对比美国注册职业拳手上万人，拳击文化氛围差距悬殊。尽管邹市明把拳馆开在上海黄金地段，个人 IP 的流量再大，也撑不起搏击运动的小众基本盘。开业的热闹散去之后，真实的经营数据开始暴露问题。首先，固定成本高得吓人。黄浦江边1.8万平米的场馆，年租金就超过5000万，折算下来，一天的租金接近14万。整个团队一度养到120人，人力成本也让邹市明倍感压力。邹市明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坦言，最焦虑的就是发薪日，早上醒来收到银行的扣款短信，一下子几十万就没了。其次是年卡定价在3.8万到8.8万元这个区间，同一时期上海普通商业拳馆的年费大多在3000到6000元，即便一些专业俱乐部的高端会员年会也不够1.2万元到1.8万元。邹市明的定价是市场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。据报道，日均客流不足100人，结果7年下来，整座场馆只有1个月实现盈利。拳馆主业还没站稳，夫妻2人的副业也铺开。邹市明夫妇同时期还注册了21家关联公司，跨界火锅、电竞、奶茶等领域。那这看样子把邹市明流量全部要变现，就这意思。那流量大，这变现你光靠这个拳击接不住，还到餐饮、游戏、奶茶，兄弟啊！所以我说码农失业不要去搞什么加盟奶茶店，人家拳王、拳击冠军。加盟奶茶店的裤衩子都赔掉了。比如冉莹莹主导的冉味私房火锅，人均消费超过300元，一份贵州特色炒饭都标价106元。这家店没撑多久就关门倒闭，最终也和拳馆的亏损一起汇入了邹市明夫妇的债务黑洞。餐饮咱们就不聊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都知道，干餐饮想赚钱比这个搬运视频还难。当然，不是所有退役体育明星创业都会失败。英国首位运动员出身的亿万富豪贝克汉姆就很成功。对比来看，贝克汉姆和邹市明夫妻如何经营自己的商业版图，这个没法说了，因为一聊到国外的运动员和咱们的运动员商业化，这两个土壤和环境不一样。美西方人家体育商业化这很成熟，咱们这儿一个是体育很难商业化，第二商业化出来也是怪胎。你比如说那国足倒是商业化，足球你搞出啥出来了？我最近看那个国际足联急坏了，据说国际足联准备说把这个世界杯那个队伍要搞到68位，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。我这很少看这玩意儿，但是我感觉68位也不保险，都知道你什么意思，都知道你国际足联着急，不好明说。你这么整也不保险，你不如给个特殊门票，就是东大特殊，直接进这个世界杯。或者你国际足联你搞一类似于借鉴一下4+4什么模式，所以说我觉得外国人的头脑就不行。你看那些剽窃的、搬运的，这会学呀。你搞个4+4，那咱不就会了吗？咱就马上通过4+4，马上就进入世界杯，是吧？你这玩意儿咱会。你靠扩大招竞赛的队伍，那保不齐。我到时候别缅甸、越南都进了，大国还没去，那你说让大国脸往哪儿搁啊？仇人，你不4+4不会吗？说远了，还有比如商业化，大家记得象棋吧？象棋商业化，你说大师国际，他叫什么大师？我忘了，象棋里面叫什么大师？反正顶级的是吧？逮了多少个了？去年的事。所以说咱们这就没有商业化的土壤，所以说不能把邹市明创业失败跟贝克汉姆比，那没必要，那比肯定错了，你比的对象就错了，就没必要去比了。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就是这一节就跳过了。他说邹市明本质是在开健身房卖年卡，
而贝克汉姆在收股权等球队升职。如果邹市明当初转而做拳击赛事经纪人，也许创业结局会有所不同。不仅如此，邹市明对个人 IP 的理解似乎只停留在用自己的名气引流这个层面。拳馆需要他的脸来吸引第一批客人，火锅店需要他的故事来撑起335元的人均消费。他扮演的角色始终是引流工具，把流量引进来，然后自己经营管理和承担风险。与邹市明拳馆运营同时期，更多中国明星选择了一条更轻资产的路，开加盟店。陈赫的贤合庄曾是明星开加盟店的典型案例，这不是已经爆雷了吗？我记得好像是明星开餐馆、火锅店什么加盟，这已经爆雷了，好多都是那加盟店现在都在找这明星要那啥，要赔钱。那一年《爱情公寓》系列余温还没散，曾小贤的标签牢牢贴在陈赫身上，他拉上主持人开了第一家贤合庄火锅店，店里卖的是卤味火锅，主打边卤边烫的吃法。但明星的光环没有立刻让生意火爆，到2017年底，贤合庄在全国只开了6家分店，而且经营不善，一度传出倒闭危机。转折发生在2019年，贤合庄与网红火锅唐鸭血母公司四川至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。至善是一家专业的品牌运营公司，擅长用明星 IP 做餐饮加盟。黄晓明的烧江南烤肉、关晓彤的天然呆奶茶等都被爆出由至善负责运营。有了专业团队操盘，和贤合庄开始全力冲刺加盟模式。接下来2年扩张速度惊人。2020年7月，北京首店在东五环外长营开业。那地方我知道，长营是回民那地方。陈赫携一众明星好友空降站台，门店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。到2021年，贤合庄全国门店突破800家，平均一天开一家店，速度比海底捞还猛。高速扩张的背后，加盟商的真金白银也不断的汇入品牌运营公司。有报道，贤合庄单店加盟费38万至55万，仅加盟费收入就超过3.2亿元。但这些热闹最终没有太多转化成加盟商口袋的利润，因为一家贤合庄加盟店的启动资金很高，且远不止加盟费。据媒体报道，青岛加盟商张先生交纳了48万元的加盟费，5万元保证金，加上店铺租金、装修费、进货费用，前期投资达到200万元。加盟后每月还要缴纳营业额的2%的管理费，品牌使用年限只有3年，到期后每年还要2万元续约。2022年5月，10几位加盟商穿着印有惨坑字样的红背心，在成都太古里总店门口高喊陈赫还我血汗钱，而此时陈赫已经悄然退出了贤合庄股东系列行列。我知道了，凤凰财经是在他就侧面在说这个拳王邹市明，人家就是赔了钱，人家没坑人，没搞什么加盟，这个说的也对，就是这些明星更没有底线，搞这些什么餐馆餐饮骗人加盟，这人裤衩子都赔飞了，自己赚的盆满钵满。你这么一比，发现拳王邹市明还可以，所以说感觉这文章怎么着是要捧邹市明。这个贤合庄的案例能看出明星加盟商业模式下各方的利益出发点。明星以流量变现，操盘方收加盟费，加盟商可以蹭明星光环吸引客流赚钱，看起来都能获益。但不少加盟商以为买到的是明星效应带来的永久客流，但明星不会天天站台，流量退去之后，店还是那家店，如果没有其他地方方面的改进，生意很难撑住。明星开店咱就不看了，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拳王为什么会赔2个亿。这个我在想，首先第一个，你在运动这一块有天赋，不代表你经商就有天赋，这个一定要搞明白，这是2个不同的赛道，对吧？你写代码厉害，那你开个餐馆，你不一定开得过你初中毕业的小夫妻俩。你或许你在某一个什么大厂当总监、副总什么的，年薪100万，但是你一旦被裁失业，你开网约车你不一定开得过那些普通人，送外卖你也不一定效率比别人高，也不一定一天比别人挣得多。你要创业更是不一定比别人有优势，不同赛道的经验你很难转化成别的赛道。而且尤其这种你是运动，你拳击是吧，你跨到经营这个赛道，那就完全是隔行与隔山，这是第一个，也没有什么优势。所以说你搞个拳王的光环无非就是流量，那流量这东西你不一定能抓得住，不一定变现，这个流量变现也要看你这个流量的它的特性。那当然了，喜欢他的肯定都是喜欢运动的，他就想办法通过运动来变现，这也对。
所以说他搞个全馆，但问题他又选错了，因为你看他这个定位明显是高端，年租金就5000万，年卡是3.5万或者是到8万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说这玩意肯定是有钱人玩的，对不对？有钱人家孩子在那儿学1年8万，你说有钱人家孩子有几个愿意练拳击的，对吧？有钱人孩子，你像王思聪，他有必要去天天练拳击吗？干啥？是要准备打比赛，还是要防身？防身他完全花钱请2个保镖，2个保镖1年花不了多少钱，或者他自己亲自练1年还8万，完了再加其他东西，你还不一定练得出来。你还不如请2保镖跟着后面，是不是道理啊？这个反正我不理解。中国有句话，过去叫穷人学文，富人学武，穷学文，富学武，大概这意思。为什么？过去是因为学文硬件投入低，你搞个桌子一张笔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就像创业，好多人失业之后就搞自媒体，你简单，你搞个手机在这坐着嘚，对不对？你手机总有对着镜头开始不知道什么看别人说什么呗，对不对？剽窃去呗。学呗，你看人家说啥你也说啥，低成本创业，你学得好，你反过来超过，你变成李鬼，变成李逵，也挺好的吗？那个穷人家的孩子为了学文投入就是纸啊，一张桌子，一支笔，对不对？那投入还行，就玩命念刷题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背呗，死记硬背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穷人孩子学文学出来之后，一旦考上秀才，家里就翻身了，也考上举人，对不对？那当官了还要，那就改变命运。富人学武，为什么富人学武？因为学武，他首先你那一套家伙事是吧？石锁练力量的，什么是石锤那东西，都你得有一套东西工具，这算入门。完了之后，你要那个武器的18般兵器，那玩意你要制一套，那多少钱你可知道？不亚于你现在买辆奥迪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过去那什么兵器好一点的，练着正手的，对不对？就跟现在小孩学钢琴，你得给他买一架钢琴好的5万，但是现在便宜了，就这意思。这个你要学个什么音乐，那乐器那玩意得死贵，是吧？练武这第二个练武硬件投入，第二个练武那营养，只练不吃，没有营养，蛋白质跟不上，那你越练越瘦，最后把自己练出问题。所以他就一定会吃跟得上，吃跟得上，完了之后你光吃不行的，对不对？这玩意大家都懂。你光吃之后还补剂，对不对？你光靠自然食物，靠消化吸收来不及了，你还得补剂，各种大补药就上。那个运动员喜欢玩兴奋剂，不就这意思吗？一个逻辑，各种狠活就得上，不上你突破不了你的极限。那玩意你说你学文，你能给你上什么狠活？顶多什么太阳神口服液，对吧？什么还有什么脑白金，骗不了你多少钱。富人家的孩子在学武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，对不对？富人家孩子才不去学武，学什么武？玩玩可以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赛道就出问题了，那定位就有问题。我要是拳王邹市明单头创业，我不会干这个。因为你想挣谁的钱，你也搞明白。你想挣有钱人家的孩子钱，你比如说你收8万1年，那肯定是有钱人家孩子。下岗职工的孩子1年交不起8万，那有钱人家孩子本来就少，那本来就少，数量少之后，你还愿意花时间练武的，这更少。家长更愿意把这钱花在他的文化课上面，参加高考，是不是？考个好成绩。所以他这个赛道选错了，这就不是叫赛道，赛道没不错，学武这块就是体育这块，但是他这个定位定的高端错了。正好咱们一直说消费降级，实际上2017年、18年看上去还在涨，但是吧，已经见顶了，后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。他抓住的是消费升级的最后一个尾巴，第2倍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，你要是2010年开始搞。或者2000年开始搞，那个时候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，说不定消费往上走是可以的。但是他2018、19年后面赶上疫情，对不对？这不第2倍阳下一来，完了消费降级，它在升级，你这不就背道而驰了吗？这是一个就降级，你定位定错了，你定成富人这就错了，小众。他搞那么大一个拳馆，你想成本多大？所以他不是说靠我就招10个学生就行了，不用多，他要走量。还要招上千人的才行，卡得住。他一年他光租金就5000万了，你说他一年他要招多少人吧？卖年卡要卖多少张才行？所以，那你这么大的量，哪有这么多富人呢？不是哪有那么多愿意练拳击的富人？还有一个应该是第3个了，他拳击这玩意儿也选错了，你应该选这个。如果说他把价格往下降一降，是不是说就有人呢？不一定。拳击价格说他卖的高端，好，那我把定低端一点好吗？我一年也就别8万8了，我也搞1万或者8000的，行吗？是不是就好了？也不行，因为你拳击又不行，
你得搞全武这个道深八极什么太极八卦形意掌什么那些东西，这玩意能招到人，这玩意能出成绩。练完之后你就是天下第一，谁也不敢跟你打，是吧？容易出成绩。你那拳击那玩意上去都是现代化的规则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这合着行不行？对台上比划，哎，你说有几个孩子练得不错的，是不是啊？那跟你拳王后面练了就厉害了是吗？那一上台就不行，对不对？那玩意，但是传武可以啊，你教传武，教传武呢，这玩意就看你怎么吹，对不对？这是传统武术，这是国宝，杀人技，树高莫用，你就说就行了，你不比谁比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第一。最近网上不好多那个什么老头又出来好了，马保国一下去出来一个什么姓李的，是不是老头？我老刷到，你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为啥，这抖音老给我推送马保国老师，倒刷不到了，我倒愿意刷那个马保国老师闪电五连鞭。你搞传武有流量，再加上你本来是拳王，你拳王再加传武这个流量，这形成共振，那你这个就妥了。你再把价格放低一点，你放成3000，这样好收割那一般的孩子。你搞高了贵了也不行，帮孩子盘盘们他的消费能力有限，你把它搞低一点，搞成3000一年，那盘盘家孩子盘盘就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去学。你这一下，那你那个1.8万平米的体育馆那装不下，那绝对装不下，因为你是打着爱国的流量，爱国传武相结合，全国门口再写上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。每天搞2个人装成日本人在里面踢馆，然后被一顿暴脆，每天上演，你说这多提气！这玩意你不愁没人，你再宣传我这个拳击为什么能当拳王？还不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练这个太极，练传武，练你搞个闪电7连鞭，反正你抄不能抄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得让马保国老师有活路，你把马保国老师抄死了，不太合适是吧？你搞闪电7连鞭吧，或者不叫闪电，你叫惊雷7连鞭，对不对？不要到时候人家和马保国老师跟你学的，那你说弄得不太好了。这样有流量，你那个拳馆啊能搞得下去。所以他搞错了，他以为引进西方这种拳击。你说谁？你说哪个孩子愿意练完之后，他天天打架还带个拳套呢？那谁受得了？出门腰里别2个拳套是吗？带谁跟谁来是吗？打之前先等会儿，我先把拳套带上，你这不合适。所以说他当初商业化请的公司或者请的顾问，他就应该问我，对不对？就问我，他现在不会这么惨，他不要说2个亿没赔2个亿，他挣20亿都有可能，流量源源不绝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你把拳击跟爱国跟这个传武绑在一起，再卖点中药材，对不对？跌打损伤，我小时候练武就是专门涂这个药，吃这个药膳，是吧？你这样你这一下不可能亏的，他拳王的流量，再加上传统武术，再加上中药，是吧？再加上爱国。每天在拳馆里面写个东亚病夫那个牌子，那牌子一天搞1万多个，放那儿让小孩练踢，是吧？一脚踢碎，多解气！不会玩太实在。就朱世民他想割有钱人的韭菜，那多难割啊！你嘎那个盘盘好嘎韭菜，那有钱人都鬼精的。那后来他老婆在开那个餐馆，那更歇菜，是不是？你那餐馆，你有几个开餐馆能赚钱的？那至于其他的就别说了，那都是跨界，这就是叫什么叫多元化经营。个别人经营不上，资金链断裂，在错误的时间碰上了消费降级，现在是消费熄火，你谁创业都要歇菜。现在创业唯一的方向就是嘎盘盘的韭菜，这个量大管饱，但是那你这一次少嘎一点，积少成多啊。我也看到网上有评论搞男女对立，说邹市明就不应该把钱给老婆管，好像是他们家钱是冉莹莹管，冉莹莹当他的类似是大管家一样的，说一大堆，这些我怎么说是吧？夫妻俩一起干的，那就一起承受结果，一起干的。邹市明如果开着拳馆，他老婆就根本就没有参与过。邹市明如果开那个火锅，他老婆根本就没参与过，没有出现过，那不能怪他老婆。但是开拳馆、搞火锅店，他老婆都参与了，是个重要的参与分子。你在法律上这个他参与了，只不过是谁是为首，谁是从犯而已。邹市明好像有3孩子没参与。孩子说不着。我们再说一说今天的胡适。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，即便是你看拳王这么大的光环，这么大的流量，创业照样是吧，裤衩子都赔飞了。所以我们普通牛马，我一直说失业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失业之后盲动，是吧？不要选创业，可以出人但不出钱，但是人还要立得正。什么叫立得正？失业我们每个人都会失业，每个人都会，放心，每个人都会。但是失业不是你干坏事的理由，
今天这个沪市可就有意思了，我随便看了一下，因为今天挺忙的。上午开业的时候还在跌，是吧？好像创了新低，快到3800了，我感觉人哗啦往下掉，跳水。到了中午，突然叫一个擎天柱，是吧？直接拉上去了。收盘，上证指数涨1.3%，小将近1.4啊！你看看，本来是跌5%，看是0.5%。所以说，你看咱们这个市场，你说这是手拿把掐呀，这叫掌控，这叫心里有数，这叫控制。你看那日韩的股市，那没法看。太散漫了，想怎么涨就怎么涨，想怎么跌就怎么跌。咱这可不行，你看咱们这完全是有序的。一看市场不好，一看这个对不对，回调过了，对不对？你夯实技术夯过了，马上人家就起来，一飞冲天。上证指数暴涨1.36%，深成指数暴涨2.277%，北证50暴涨2.25%，科创综指也是暴涨0.8%，创业板指数暴涨3.43%。这确实今天对吧？让日韩美西方股市、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都是目瞪口呆，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而且今天虽然这么涨，但是我们今天筹码锁定性非常良好，今天成交量只有2.7万亿，比昨天还缩量1000亿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都不舍得卖，不愿意卖，都知道这是底部，都是夯实底部，所以成交量太小了。而且今天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今天主力也没耐心了，4200家上涨，所以基本上都在涨，所以今天金融消费者那觉得是喜洋洋，那是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感谢感激。4211家上涨，1247家倒车接人，显然主力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，不能每次都派4-5千家回来接人，这次只派1000家了，你们爱上不上了，再不上，主力有点急了，不要脸，把主力逼急了。那主力可是天天在这骂，但是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有什么突发利好？中午突然一央指上去了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我懒得看这新闻。我估计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新闻？如果是突发新闻，那明天咱们还得夯实基础。因为突然涨起来不好，地基还没打牢，所以还要夯一下，甚至夯几下。这个没办法，我们要走慢牛，所以大家要忍住，不要着急，是慢牛。日韩股市就没什么聊的了，那韩国股市它已经熊市了，它从最高点下来已经。指数还跌了20%几了，这个韩国综合股价指数，那个 SK 海力士好像已经跌了40%了，最高点下来，你说这么跌谁受得了？那还好多2倍做多的，3倍做多的，那不是裤衩子都赔飞了吗？总之西方亚太股市太惨烈，他们不是以人民为中心，它完全是资本的操控。我们这个股市还是以人民为中心，还是为人民服务啊。总有金融消费者说自己赔钱。你赔钱，你先看看你是不是人民，你不一定是人民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有身份证，你就那什么，小心点，人民赚钱，人民为中心，知道吧？反过来说，你要赔钱，说不定很有可能你是犯罪分子，不是犯罪分子怎么会赔钱？好好反省一下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